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涵，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 Q 秀》。今天呢，在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很可爱的小男生哦，花田先生，要跟全球的观众分享哦，怎么样让你带着走，然后会到那个 party 的时候，然后会非常惊艳的这种蔬食生菜的这个料理哦。你好，花田先生。全球的观众大家好，我是花田。我们用生的白萝卜把它切成薄片，像这样子。我们拿这个白萝卜的皮来做那个卷的外层啊，所以好特别哦。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样子切下来会不会太硬？那有一个步骤要教大家，是用盐巴先腌过萝卜皮，先腌一下。好，所以我们把这个萝卜在片的时候很简单哦，像这个萝卜找这个平一点的哦，平的我们在刨这个皮的时候就会比较好片。好，那比较好片的话呢，我们做出来这个薄度哈，来卷这个我们待会儿的这些生菜的时候也会比较好卷。好，那除了用这个白萝卜皮呢，其实我也想到。花田其实用那个小黄瓜的皮也可以吧？也可以，哦，也可以，对，也是有很清脆的那种口感。对，但是小黄瓜可能就要选稍微有一点胖一点的，好，太瘦的话，你那个就不够卷，宽度不够。OK， 好。那我们在等它腌就是变软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先来准备我们另外一个食材是我们的青酱。那我们青酱的就是食材，我们用南瓜子，那南瓜子也是很好的就是坚果种子类的来源。然后还有我们的橄榄油，因为没有要加热的关系，所以是可以使用就是我们一般的那种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对。还有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会问哦，哎，那我家没有南瓜子，我用别的坚果可不可以？当然，别的坚果各种种类也都可以。都各种丰富的坚果都是很棒的，就是油脂啊，然后一些矿物质的来源。OK，但是呢。我底下的话，大家要听清楚哦，因为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青酱，对，所以尽量选这个绿色的南瓜子，它的颜色呢会更饱和、更浓稠，好，不然的话，你待会儿打出来的青酱的颜色可能会带一点褐色，那在视觉上面，你可能就会觉得，好像跟我们原本认知的这个青酱的这个颜色呢，会有一点不一样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放一点葱跟香菜。让它就是味道比较丰富。把青酱放葱，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但是就是让它有一点点辛辣的那种味道，因为像萝卜也是，就是萝卜皮也是有一种辛辣的口感。那我们等一下另外加的一个芽菜，就是萝卜的小时候叫萝卜缨，那它本身也是具有一点点辣辣的口感，那吃起来也是很就是可以。在国外其实应该也很容易找到这个芽菜嘛，哈，可以，甚至都可以自己种，对不对？如果想要在家里自己种芽菜，其实也可以从像绿豆这种很入门的来简单的来种也可以。OK，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呢，是白萝卜它的童年，好，它童年就长这个样子，小时候。OK， 好，那我们先来打就是青酱。好，我们现在打好，就把我们的这个辛苦打出来的这个青酱哦，把它放到碗里面来。我们开始要来做这个组合。在打青酱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也许有些观众朋友会问说，哎，奇怪，我们今天这个青酱为什么没有加盐巴？确实，我们在打青酱的时候会把盐巴呢加进去。为什么？因为盐巴除了让这个我们的很多人都说这个其实。这个料理它的灵魂其实就是盐巴嘛，好，那没有这个盐巴怎么吃啊？这个青酱，其实加上去之后呢，青酱的颜色会更绿，因为这个盐巴啦或者醋它都有固色，好，像我们在染衣服就知道，如果喜欢染布的这个朋友就会知道，我们在染布的时候也是要加盐巴或者加醋，会让它固色，这个绿色会更绿。可是呢，我刚刚问了花田，我说，哎，奇怪，你为什么没加盐巴？他说，哎呀，你忘了。我们的白萝卜刚刚有腌那个盐巴，所以它味道会比较咸一点，我们就不另外再加盐巴在我们的青酱里面。而且我们现在都强调要蔬食嘛，就是说要健康一点，减少点盐分的摄取，盐分要少摄取啊。OK， 好。那我们刚刚腌的盐巴，因为刚刚放的比较多，它已经变得比较软化了。是。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稍微过水洗一下。还是要过水，不要以为说青酱没有加盐巴，那我就利用这个白萝卜刚刚腌的盐直接吃下去哦。哎，这个其实不太那个。你宁可说今天我做的东西不够咸。到时候再加一些味道，也不要呢以为盐巴不用钱，好就把它呢非常的这个豪爽的把它撒了一盘料理里面呢都是过咸的东西哦。好，那我们就是洗好的萝卜皮，我们抹上一点点青酱。
哇，你的一点点青酱，其实我看起来还蛮多的，这样子味道比较丰富，而且它的坚果的香味才会足够。那在就是抹上青酱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就是里面的一些食材放进去。第一个是我们的小黄瓜，那就是放。这种小黄瓜这种脆脆的口感呢，跟其实它白萝卜原先的这个口感呢，其实还蛮搭的哦。对 ，OK。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木素芽，就是放一点点这样松松脆脆的口感。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他的小朋友，萝卜的小时候，他的童年也要一起装到我们这个幸福的这个回忆里面哦。我想呢，全球观众朋友看到这个年轻人哦做这样子的一个料理，一定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啊。好，那放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就是卷起来，然后我们可以用就是牙签，对，牙签把它固定一下，谢谢。这样可以完成我们一个就是我们的萝卜卷。OK， 好，我们把这个萝卜卷放在这边哦。其实你看似很简单哦，但是它就是说在备料的时候要花一点这个时间。就是萝卜缨啊，因为它有带一点点辣辣的口感。哦，是。所以平常我们比如说像是在比较油腻的这种肉类，这样吃会有点辣哦，它的后劲比较辣。吃起来很像瓦萨比呀。对，所以它可以代替瓦萨比的用途，跟海鲜啊，跟一些肉类都很搭。哇，我不喜欢吃瓦萨比，但是我可能可以接受这个味道。对啊，所以可以介绍给就是可能喜欢吃肉，可是想要健康一点，可以加到我们的平常吃的肉里面，去提升它的口感的层次。喜欢吃辣的朋友呢，不要吃那个红色辣椒，可以改吃绿色的这个辣椒。我相信会有除了不一样的口感、不一样的风味之外呢，应该也有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营养成分。它是就是日本人称为这个萝卜缨叫做天然的维他命，所以它是含各种维生素非常丰富的一种食材。不过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现在就是说一个怎么讲很流行的话，他说如果你想长寿的话，你就跟着日本人的这个饮食文化走。对，水晶萝卜芽菜青酱卷的食材：白萝卜1条，萝卜缨少许，木素芽少许，小黄瓜条少许。南瓜子50克，海盐半茶匙，葱白少许，香菜少许，初榨橄榄油30毫升。水晶萝卜芽菜青酱卷的做法：白萝卜去皮切成薄片，撒上海盐后腌上几分钟，将南瓜子、橄榄油、葱段、香菜放入食物调理机搅拌成青酱。当萝卜片出水变软后，用水冲去表面的盐分。沥干后，将青酱均匀地抹在萝卜皮上，放上小黄瓜条、萝卜缨、木素芽，卷起，用牙签固定即可。鲔鱼、鸡肉、萝卜缨挂包的食材：鸡肉100克，绿豆芽20克，萝卜缨20克，香菜20克，花生粉适量，紫洋葱丝适量，橄榄油适量，鲔鱼罐头1罐。鲔鱼、鸡肉、萝卜缨挂包的做法：鸡肉加清酒腌5到6分钟后，加糖调味。入味的鸡肉用橄榄油稍微拌炒后，加入紫洋葱丝炒熟，花生粉铺在挂包底层，依序加入鲔鱼、鸡肉、紫洋葱丝、葱白、香菜、萝卜缨、绿豆芽，夹起来即可食用。综合蔬果芽菜薄米卷的做法：将红椒、黄椒、小黄瓜洗净，切长条状备用；芒果切长条，水煮蛋切开备用。薄米纸平铺，沾点冷开水软化后，依序叠入小黄瓜条、红椒条、黄椒条、芒果条、水煮蛋、青花椰苗、紫高丽菜芽，再撒上少许香菜、9层塔、黑芝麻粉，卷起后切成2段，摆盘即可。